拜时间已经到，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咱的主。我用新的界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甲起立来唱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258首，请起立。3节。
请游玩徛底，先用主假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li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逐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早节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圣启用伫圣诗的后尾，启用文第10篇，也是诗篇24篇，伫圣诗的1012面。好，请大家很好啊！我来刻，请大家来念。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天军阵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板顶。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紧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大家坐声，着信靠上主，请大家额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圣爸、圣子、圣神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2013年，虽然有侪的境遇，侪无论是阮个人，还是规个地球，真侪阮原先无拍算的代志的变化，主你拢引传我，阮大家一年以来，安尼平平安安来经过。
拄着死实的事，你安慰阮；拄着欢喜的事，你甲阮做伙欢喜。有困难的时，你替阮解决。阮感谢你，互阮伫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会当到你的面前，无论是实体啊，伫网络中的兄弟，相交围内伫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调见你。阮安尼为着安尼来欢喜感谢，阮看到阮边仔的兄弟，阮的心就欢喜。逐个来到锡安来看，要来见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礼拜大圣圣心，你若提醒阮伫过去的一礼拜阮有有意无意来得罪你来得罪得失人的所在。主，你提醒阮的时，求你帮助阮使阮反悔认罪的心，求你保护来撤销阮的过失。礼拜大正，求是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放下所有羁绊世间的事专心要来伊的面前，要来听你的话，要来甲兄弟做伙来敬拜，要享受你同在的喜乐。伫阮为着过去新年一开始，世界一所在阁是有对着有战争的事，我来向你祈祷，主求你来怜悯虽然交战的两边有苏联有乌克兰有以色列甲哈马斯两边的政权虽然有相战，你拢知，主你嘛怜悯伫两方的教会内底教会会当显出彼此相听的见证。阮知这是足困难，所以阮甲你祈祷，求你互普世的教会会当显出好的见证最后的结果是你的名得到荣光嘛为着拄着真侪公共的意外天灾、地动、火烧的日本，也是拄着大水的英国拢来向你求讨，求你怜悯遮个受伤的人嘛，互阮正教会会当显出伫主内彼此相疼心的行为，求你帮助阮。伫后礼拜六1月13伫台湾有总统、立委的大选，求你使阮正百姓有对你来的智慧来判断，来平安和平来选出谦卑行公义会怜悯百姓手清气、心清洁的候选人。主，你知影阮的心所求的，互阮会当伫和平的环境来继续来敬拜你。嘛为着教会新的一年人问逐项的事工的计划，无论是好花还是阮主任牧师已经时间到任要聘牧逐项的代志，求你来引带。阮知无论真济阮需要倚靠你，因为这是你的教会阮拢是你的奴仆求你互阮会当尽忠倚靠你。阮知伫求你互阮会当存敬畏上帝的心。主，因为阮知会惊上帝的人就啥物代志拢免惊，因为拢伫你的保守内底，时时安稳自在。毋惊上帝的人啥物代志拢惊，拢通惊遐，因为咱知即个世界随时拢有逐项的变化，是阮无法度意料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会当认捌你，成做你的子民。求你为着教会逐项的事工来引带今仔日求你互阮有谦卑受教的心
接到吴中伦牧师真难得的机会来甲阮勉励，互阮会当学习怎样用三听用真来互相联络学习阮的三听互阮的三听，毋是用话用字是用行甲用信息毋是干那一个感觉一个气氛，是有行动来互阮教会伫未来即个有可能会拄着真侪无好诶代志诶时，伫南门教会伫即个社区献出三听诶行诶事实，求你帮助阮阮一切诶敬拜拢摆咧伫你诶面前当诚做芳芳诶祭，请到你诶面前，互你诶心欢喜。阮诶祈祷拢是靠主耶稣诶名，阿门。你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所要念的歌是上帝听赢过一切。
水的声，我相信会众啊，甲上帝拢做伙欢喜。啊，大家来看今仔日主要的经节啊，伫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啊，另外啊，则小可做一个更正是第13节有2位啊。伫大汉本的圣经新约后壁面197面，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读，请大家来想，来听来想。仁爱是够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袒，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第2位第13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3项，其中第一段是仁爱。啊，今仔日真欢喜拄着我少年团契时的辅导吴中伦牧师，要来甲大家正道，伊的题目是活出仁爱，这嘛小解者，活出仁爱的秘诀。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圣天父，今仔日是2024年第1个主日，2023年已经过去，今年已经开始第7天。主，你知影，你今仔日是安怎互阮来到圣殿？你也知影，阮过去一年所经历所有，无管是艰苦，无管是欢喜，无管是流目屎，无管是痛苦，拢已经过去。当阮面对2024年。伫第1个礼拜，阮搁一遍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阮知影你有你的意思，啊，恳求主你借着今仔日短短时间，互讲的听的拢白白得到恩典，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要说明来求，阿免。两位下姐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吼！伫2024年第1炮，哇，来到南门教会吼，啊，恁知影这个实在是一个 surprise 吼，相当 surprise。我本来昨暗要住伫这个嘉义吼。啊，毋过几工前啊，我的即个弟兄中央长老敲电话互我讲，中伦啊，你1月初7有代志做无？我1月初7足无闲的吼，应该是爱开会，啊，我搁爱主持一个讲座吼，啊，搁爱甲中明牧师配搭吼。伊讲我啊，什物？伊讲因为迄个宣信牧师需要转去啊，需要找一个人来代打。我安尼，我都爱尽一切力量咱甲摆开啊！感谢主啊！我今仔日啊，讲实在，我这边是我已经简单报告一下啊，真侪在座看到，恁敢若看到得民望的我1985年25岁迄年离开台湾去洛杉矶，踮仔读册工作啊，伫遐10年啊，有一阵仔甲我的大兄大嫂有几若年甲因带做伙，因今仔日来啊。到尾上帝呼召我1995年10年以后去读，迄阵神学院啊神学院3年毕业了，我就奉派去即个加拿大 Toronto 真侪人知影，我伫遐12天伫遐12天，12天以后上帝感动，佫互我转去即个 Irvine 就是尔湾伫遐遐个大学教会伫遐服侍12年即个2019年啊，因需要有一个新的总干事叫我祈祷真久我怎答应我一去抱着雄心壮志要来改变天下，一去世界都停起来过去这3年，我相信我甲恁所经历的拢同款我相信这3年对咱人类、对咱的一生，拢有真大的变化当今仔日即个我的弟兄甲我讲，你爱讲一篇新年的我讲我祈祷看卖因为这个是 totally surprise 我祈祷了我是安尼想啦我若是敢若会当讲一篇有可能嘛因为过去3年疫情，我要转来要讲也无机会讲我若会当讲一篇
你从此我们都不再见面了，刚才咱讲一篇尔我会当乖要讲啥，因为伫咧疫情内底，我拄到真侪即款的经历呢。有的人，我甲伊见一遍面都无个机会安尼，我相信恁了解咱中间咱的亲人、咱的朋友，有发生真侪代志，拢毋是咱会当控制所以，若刚才当要讲一篇，要讲倒一篇结果紧紧到这篇我会理他讲你要讲这篇这篇新年讲敢好不过我会感动是安尼咱感觉圣经咱大家从细汉拢读圣经拢来教会我感觉这篇我咧准备的时候，我感觉这篇对我真宝贝互我搁一个思考我希望我的思考会当真做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参考。因为安尼因为是安怎呢？尤其2024年今年我有看一个英国经济学人有写一篇文章，过6天，咱台湾有啥？大家拢知影阮这边嘛真侪人是为这转来，你嘛知影啦这个选举开始1月13，甲我明年11月初7，阮美国总统选举今年中有40场，有40场大规模的选举，包括以色列、包括英国、包括印度，包括韩国，这个是，伊这选举拢是大选举，你知影无？这个华富讲我一翻两瞪眼啦，所以这个礼拜无 surprise 哇，安那 surprise 天大地大呢恁知影我的意思？所以咱面对今年是一个真特别，人类历史内面真特别的一年。我毋知影你有准备无？咱基督徒对伫这一年，咱有啥物看法？你有啥物款的准备？毋过毋免遮严肃啦今年我知影是咱今年第一遍见面，我真做一个小小的动作，你边仔后壁的人讲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真正是今年呢咱今年是2024年第一遍呢我有这个honor，有这个 privilege 哇！你头前后壁你甲后壁小看一下真正系甲伊讲新年恭喜。咱经历2024年，无管伫人类、伫社会、伫 COVID-19， 拢是真严重一个过程咱今年无管你年纪，无管你的经历，咱拢需要面对真大的挑战当咱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多谢今仔日讲实在是我的同工迄阵我蔡医师从少年团嘅斗阵我到尾因太太搁去讨论阮两个关系不止复杂啦今仔日真欢喜有这个 privilege， 所以我咧想若是我会当讲想要讲这篇画出多谢伊有这个 correction咱这华语是圣爱啦咱台湾话圣句是讲仁爱啦画出仁爱的秘诀。想要讲画出仁爱的秘诀，第一歹势这个留我卡无恁替我 click 一下是咧我再走过去好不要紧，先安尼这个爱的真谛咱拢好多今仔书会者有咱所读的这个爱的真谛会当讲圣经内底上出名，嘛受最受欢迎啦，最 popular。真侪我无信主的朋友拢会晓唱呢，嘛会晓背呢。讲哇，你哪遮厉害？你也毋捌记个？伊讲我都敢若会晓唱一首上出名、上欢迎、上重要。多我顶一张迄个爱的真谛迄个编迄个我有去调查伫咧美国甲台湾拢是上 popular 的，袂上多就是爱的真谛挂一张是安怎？因为我们做不到了，爱定来提醒啦。人订婚啊送，结婚啊送家庭拄着困难啊送厝有teenager啊送甚至特别离婚的无啦拢送因为伊有互咱一寡真深的提醒因为伊会当为真侪无共款的角度讲实在所以有人讲咱的信仰一字尔，就是疼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上帝疼恁都要尽心尽意尽来疼你的上帝，搁来疼你的厝边亲像家己拢共款这个疼拢共款这个疼包括这个我有拍出来保罗所有的教示内面伊就讲因为全份律法
拢包括伫诫命，拢包括伫即条，就是你都爱听你的厝边，那亲像家己吼，爱人如己啦，爱人如己，听了你的厝边，那亲像听你家己。啊，伫即个约翰福音第13章吼，咱知影耶稣伫咧世间10几年吼，3年吼，3年半。啊，伊要离开世间的时，即个咱大家拢知影最后晚餐吼，啊，最后的晚餐以前，咱大家拢足熟悉即个故事吼。无人因为迄天是因的迄个逾越节啦，所以路知影拢走了了吼。啊，结果因要因一定爱吼，即个逾越节一定爱先洗手洗骹吼。啊，结果大家看来看去，无人要做啦。啊，耶稣做啥物代志？伊家己穿迄领罗布的衫，一个为因洗骹，为因洗骹。即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我即礼拜我有去迄个樟基，我有参加马街参观樟基，佮几来所在。樟基的 logo，就是用即个耶稣为人洗骹，做因。我樟基我即摆发展我看一个，有影带一个，上帝真正用因因有影听人那亲像家己啊，我甲有院长甲董事长拢有一个座谈我讲实在，我有学习真多简单讲，耶稣为这学生洗骹以后，上后尾伊就对因讲：我要互你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恁都爱彼此相听。我安怎听你，恁也着安怎彼此来相听耶稣伊一生。咱拢知影真侪故事，毋过伊要离开世间的时，伊4个学生伫即个福音书内面，拢用真侪即个篇幅讲迄个过程，大家角度无共款，毋过因大家拢永远袂忘记耶稣迄款屈落来为人洗骹咱拢知影彼得讲耶稣，你是我的老师，你变哪替我洗骹？耶稣讲，我若无洗你的骹，你就伫咧天国我无份了。伊讲无，我规身躯互你洗。耶稣讲毋免洗骹就会使因为骹是咱犹太人上误会、上垃圾的所在耶稣讲恁若无安尼做，我既然安怎听你，恁就学习我所讲的道理，遮尔多圣经道理，遮尔多，你敢若会记得即个归落来，为你洗骹，我安怎为恁洗骹，恁就爱安怎彼此来洗骹，我安怎听你，恁就爱彼此商量。我相信咱伫教会。从细汉咱拢真了解问题是敢做会到，问题是敢做会到。咱知影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即个上后尾伊讲即个 conclusion 头前有讲真侪啦即个咱大家拢会晓背事实上，我伫咧我牧会教会，我讲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讲一年呢讲一年。什么是仁爱？什么是吞论什么是一句一句我讲一年，讲到大家都受不了了所以今仔日我跟他用30分钟我感觉上要紧的。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上后尾拢讲了，上后尾我讲，但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甲仁爱这3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咱大家拢会晓背啦Love is never fail 咱大家拢会晓背。反正台湾人讲，无论咱面对未来世界，无论咱今年人类，咱台湾要面对，咱南门教会要面对今年，会记得3项：爱有信心，爱有仰望，爱有听实际行动听行动。这个结论讲了结论讲了到底是什么是听若讲到听讲实在，这个是我伫迄个网络登录的为了准备这边这是You are the best things that ever happened in my life。这普通迄个谈恋爱的人我无例外死啦拢送这句安尼普通咱咧谈恋爱的时迄阵我咱少年拢无学着即句安尼即个真 popular 我相信讲到即个咱大家都会心的一笑敢有影呢？要做敢做会到，敢做会到
我相信讲到疼吼，讲实在吼这个疼唔是干那咱基督教。我坦白讲吼，所有的宗教拢讲疼。我坦白讲吼，有的迄个慈济吼，比咱更较疼呢。你唔通想讲咱疼，一贯道的人道亲偌疼的呢。你唔通看迄个回教徒，彼此相爱比咱继续强的呢。莫讲迄啦，迄个吼一寡人咱的基督教讲有比咱较特别。我先讲结论，无咱袂会讲，咱的疼是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恩典，上帝甲咱伫地，咱才有法度疼啦，才有法度做到吼，迄个圣经的标准安尼吼。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啦吼，你免抄啦，这网络足多啦吼。下面有做喜欢吼，喜欢甲疼吼有点距离啦。喜欢就是安怎欣赏对方的优点，哇，这个人足有学问，足缘投，足有讲话高富帅足 attractive 我一看就喜欢，心理学真趣味你喜欢的常常就是你没有的而是讲你喜欢的都要是他显现出你的父母的样子啦。等等还是讲你的 hero 所以喜欢就是欣赏对方迄个优点。不过这个喜欢会改变啦，随着时间会慢慢改变。我迄个时代讲，我都7年之痒，都7年都差不多拢无感觉啦因讲这个时代变做7个月时间较短出啦3年以后但讲话都拢无话通讲安尼喜欢就是一见钟情，奇怪，你一看就在那里那个吴美容彩绘一看很好看一切就一看就很喜欢，这个也没有为什么啦。后来的喜欢常常是有很多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也喜欢这个。我细汉的时候人常常问阮查某囝讲恩慈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阮查某囝足搞伊讲，我也喜欢爸爸，也喜欢妈妈，也喜欢你。搞因喜欢可以很多个喜欢常常可以我很喜欢我爱你，很容易就脱口而出喜欢是一种其实是有一个渴望，我们希望跟对方心灵能够沟通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那句莫讲了当你跟一个人谈的时候，你跟他好像心可以开。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也想法，好像你感觉就阿门你觉得很舒服喜欢是这样心灵的一种契合喜欢有时候真歹讲有时候是一种直觉啦。你为什么喜欢？不知道，我就是喜欢你去买今仔日我买香蕉我回来规工咧，咱台湾的水果唯一的缺点拢伤甜啊。我医生讲你。糖尿病边缘你袂使阁食台湾水果你会忽略，你会破病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直觉，你喜欢不喜欢是一种直觉，我都该谁？为什么喜欢 ？I don't know, I like it 问下来，你为什么不喜欢 ？I don't know 这是一种直觉啦不过这是世间人喜欢啦咱圣经所讲的爱的了无同款不只是喜欢对方的优点。也要喜欢对方的全部，你袂当讲我干那要迄部分 ，You got to buy it all 这边拢爱包括了第二，喜欢其实时空环境、年龄一些慢慢的改变，不过疼对伫上帝疼，伊是好像螺旋。那久会那听你这个会加深的随着咱的人生的经历，随着咱的默契，随着咱的成长，它是会不断的成长，像螺旋式的加深喜欢不是一见钟情，你真正你爱是要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欣赏他，更多的接纳他。这是爱有一个过程的爱想那性地较歹，爱想那伊的原生家庭是啥伊是 D 爱是 C， 伊是倒一型的伊的优点缺点你慢慢的包括他的全部当你真正认识他、了解他，你就会同情他、接纳他认识他、了解他、接受他这个大家拢大家真多我都免阁讲啊不过爱是要付代价的，爱是要往前走一步。爱是需要有更加
开阔的心吼。啊，定啦喜欢甲爱最后你就是爱 make a choice 啦，吼，敢若咱在座结婚吼，你 anyway you got make some decision。当你感觉迄个是上帝引带吼，咱就付出吼，啊，过来这个喜欢容易开口啦，我喜欢你啊，我爱你，我毋过到一个程度吼，爱要说出口就不容易哦，尤其是拄着迄个不可爱的吼，我又不能说谎吼，你会感觉的吼，至少阮爸爸迄代吼，我敢若毋捌听过阮爸爸甲阮妈妈讲我爱你呢，可能有啦，我无听到啦吼，至少无呢吼，啊，我嘛毋捌听阮妈妈甲阮爸爸讲我爱你。哦，因阮爸爸生日讲，哦啊，阮兜生日拢迄落吼，猪骹面霜吼，啊，搁鸡肉咯。哦，你的生日，互你啦。哦，伊爱啥？这因为表达甲咱无共款啦吼。吼印象啊拢无啊。结果我伫咧美国吼，我听真侪讲座吼，伊讲恁夫妻关系要好吼，干那一点就好。吼，会记哦，丈夫每一工吼，爱表达出我爱你，我感谢你。一讲爱一句呢，哦啊，叫我做我拢感觉足尴尬的吼。我是迄落吼，哦耶耶，我爱你在心口难开，吼，我是迄样的吼，啊讲袂出来。毋过伊讲你一定爱做，所以我就学习呢吼。你若毋信，我看下摕我的 line 互你看吼，我出来逐工拢送一句吼，截图吼，拢足精彩的呢吼。为什么？因为人是互相迄个关系爱附带给爱建立的。无讲啊，你著做我的某啊，你著做我的囝，你著做无，你都要有迄个行动表达出来吼，毋是用讲的，爱真正去做吼。啊，咱除了心灵的契合以外，真正会听，包括花时间在一起，一起学习啊，一起成长啊，一起经过困难啊，做阵流目屎，做阵欢喜，做阵分享。迄才是完全的听，你有阿妹无？毋是讲啊，我著甲你介意啊，我著拢办no，迄是一个全面上的，身心灵拢爱伫，一直进步吼。真正的听，需要用你的心去体会、去观察，这个甲你几岁无关系啊，这个甲你的经历无关系。你若有上帝感动，你都爱去做，这个字是用意志吼。所以你安尼比较起来就有差哦。这是世间人因做一寡，我是吼有分享啦。这个题目吼，你若讲哇，这个教会拢很 popular 啦吼。毋过咱今仔日是礼拜日，咱是咧读圣经，咱来聊转去保罗迄阵啊是安怎写这张批？是安怎伫哥林多前书13章，伊要用遮尔落长。你看迄个原文吼，伊迄是一首非常水的诗吼，我都无时间吼转去看吼。咱了解迄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保罗先生吼，伊伫咧主后吼差不多35年、36年开始伊的第二次布道旅行，第一遍吼为这个安提阿吼经过今仔日的土耳其，经过爱琴海吼来到帖撒罗尼迦、腓立比吼到尾来到这个雅典吼结果雅典讲一篇道吼大家拢笑讲你这个头壳歹去，后迄个死人佫活的吼，哇你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哲学你要甲阮希腊哲学比，等你嘛好啊，不理他，伊非常艰苦，先郁卒，伊就走去哥林多。伫哥林多，你看迄个使徒行传，你今日登去看吼，伊伫迄个所在，敢若剩伊一个人，伊佫惊吓。保罗吼一生非常勇敢，伫迄个所在，伊惊吓，不知道如何是好。伊讲我无法度为西方国去啊，主啊，我无法度啊。又恐惧又害怕，不过迄暗耶稣对伊显现，讲保罗，我甲你弟弟，你都爱放胆传讲我的道，好胆传扬。结果伊就哇，基督得到安慰，哇，无偌久拄到亚居拉甲白居拉吼，这两个吼 professional 甲伊帮衬，
所以当得困难的时，所以哥林多教会啊，教会伊离开哥林多吼，登去以弗所。啊，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件代志，伊就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背景我想毋是主日学啦，毋过我要互你讲的，这是背景。吼，伊想啊，迄阵啊要写即个吼。啊，简单讲，下头已经讲着啊，吼，这是使徒行传18章，保罗伫欧洲所建立一个真要紧的教会。像咱这个教会要紧的，因为伊的迄个地理位置，啊，我都无讲啊，吼，因为迄个地理位置吼，古代啦，自古以来，迄个是兵家必争之地啦。因为安怎，希腊文化起源地。罗马文化，哦，啊，迄阵啊，佫有非洲文化吼，为北非坐船啊起来就到啊，啊，佫吼，这个吼，苏联迄边吼，今仔日黑海迄边的文化，迄拢是吼啊，这个波斯，啊，迄是一个非常，因为遐拢真侪人会去的所在，因为迄个港口非常的大，甲即仔也有一个地下遐里遐吼，差不多是。哦，咱诶什么巴拿马迄落，所有船拢会为遐过的所在。即个港口即仔也伫咧吼，我也无机会去，我有机会，啊有真侪神庙吼，啊有真侪种族吼，啊真侪文化冲来冲去。所以简单讲，教会内面吼，啥物人拢有啊。因迄个所在若要用咱台湾讲，了成啥呢？高雄啊，歹势哦，毋知有高雄人吼，真复杂啦。哦，哇，平湖的啦，哇，这下港的啦，这原住民，哇，足侪文化，足侪观念伫咧遐吼。啊，社会背景真复杂，人种也真复杂，阶级也真复杂。罗马军官妓女吼，啊，结果吼，咱知影吼，教会就是社会的缩影吼。啊，这些人拢来到哥林多，啊，结果哥林多教会发生真侪比别个所在未发生的问题，拢伫哥林多发生。哦，所以我咧读哥林多前书、后书吼，台湾讲读到头壳摸咧烧吼，问题教会问题吼。哦，所以我做总干事有时处理哦啊，这个比较哥林多安尼简单啦，哦，啊，哥林多有很多启发哦，吼，真侪要紧。啊，咱家庭的问题，这个教会问题，吼，文化问题，伫哥林多吼啊，拢有真简单的答案吼。啊，因为伊非常的富庶繁荣闹热，吼假神真多，吼。毋过保罗讲，若讲到运数吼，无人超过恁。哦，教会内面非常足侪暴发户，足侪有钱的人，这个情形就是真浮动的一个教会吼，啊，真侪劳工，真侪商人啊，真侪奴才，啊，甚至有这色情业，啊，有真侪俘虏，迄阵啊古早期拢无，所以哥林多教会俘虏问题吼。保罗迄个时代，伊都爱处理啊，吼，伊都爱处理吼，这拢是哥林多真特别的所在。啊，简单讲，遮尔复杂吼，伊拢随上原文伊拢有4本啦，吼，啊，4本圣经敢若留2本吼，啊，伊对真侪代志拢有一个，所以阮咧读基督教伦理的时，哥林多是必修，吼，拄到这个问题，圣经的原则是啥物？哦，凡事都可做，但不都荣耀神，吼。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吼啊！这等等这真要紧的一个原则，吼，伫迄内底拢有，吼，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用的这个，啊，毋过有的问题，吼，坦白讲，我做牧师，我有时我嘛无答案，吼，坦白讲，吼，因为毋过伊拢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吼，啊，结论是伊到尾有讲到，无论如何，咱面对未来的世界，啊，我已经讲啊，就是安怎。信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真爱、信心、仰望甲听，真做咱处理问题上后尾一个结论。简单讲，2024年已经过1礼拜啊，过53了，过51礼拜，咱爱存一个信心，存一个仰望，存一个听来面对。哦，啊，真侪人有时拄着我吼，拢讲啊，老牧师拄着这个人，我实在好气甲要死哦！哇，这个代志，足爱问我讲，为什么对我呢 ？Why？ 我坦白甲你讲哦 ，Don't say why，just say how and what。你唔能够想讲啊，我想安尼，我哪方面啊 ？What you can do，just do it。保罗的原则就是，毋过咧做的时，对伫顶头的困难，互你有信心，有仰望。照着上帝的听，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来面对。好，讲了，大家散会。无人时间还未到啦吼。面对2000，你爱存一个你过去所无的信心，过去所无的仰望，
甲过去所无疼的行动力来面对，咱一定主会互咱得到到尾的胜。好，包括这是背景吼，事实上吼，你要解释一下，我相信咱教会吼，遮尔侪年吼，事实上保罗伊在写这篇的时，伊用一个真特别的字啦吼，一个特别字，这字吼，先讲希腊文内面，这个讲到这个仁爱，我讲到疼吼有3字，第一个就是这个 eros 实际上就是情欲之爱啦。我一看哇，我一看你就喜欢哈，这个有的人就是你对你很有吸引力哈，哇，高富帅啊，各方面，他的直觉、肉体的、直接的、感性的，很有吸引力的，这种叫做 eros， 这是自己我相信大家拢知影。第二字我做 filial 我甲翻做第一情爱啦，感性喜爱啥啦？包括你的兴趣哈，你的兴趣哇，你一看到我就对这我就对插花最有兴趣，哇，我就对创啥哈，我对医疗对以外，我就是有专业兴趣，我就是喜欢，这是种上帝所给你的兴趣哈不过迄个热情哈，包括亲情也是有时看到咱的囡仔哈，哇，看到尤其阮在座足侪做阿公吼，我规工看伊咧贴伊的阿公在贴孙仔的迄个像强要甲浸落去安尼那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对他一种感情不断的，不是热。像讲这边歹势，唔知做明显伫倒位恁知影我明显的是主持人阮两个拢坐做伙我这边要转来讲，会明显，即个旅馆足歹租唔知有一间房间足大，讲无问题，放马过来我甲借一间房间，看你要住，我做你住。这是咱人生当中都有很多好友，很多教会的朋友。我今仔下头看到有几位我迄阵伫南门教会，我今仔讲一个小秘密，伊阵看到我，拢叫我啥伊拢叫我阿伦，毋然安尼伊拢安尼表演安尼叫阿伦吧。迄阵青年团给即型的咧，阿伦吧，我真细汉拢讲阿伦吧，不过你从小的时候所建立迄个感情，尤其伫教会内底就是即款。这里伫圣经内面，希腊文叫做 filial， 咱知影迄个费城 Philadelphia， 伊就是用这里兄弟之爱嘛启示录内面迄个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用这里希腊文eros filial。毋过保罗伫这个所在，伊用一字希腊文真少用的字，这里叫做仁爱。这个仁爱是一种意志力，是一种决定，是一种你决定要安怎做，要到完成。我这边有看去看迄个马街迄个船落来所在，伊伫迄个所在归落来。感谢上帝，台湾我一句话就袂样，这是你想事我要报道的所在。哇，迄是一种意志。你知影一开始要传福音无人插伊呢，结果伊拢甲牧童，你知影牧童都用无代志伊是甲牧童传福音的一开始讲道拢无人要听，伊对迄个平埔族的迄个福音人传福音呢，歹势伊是 Princeton 的博士呢，来有一个喂，伊是头壳歹去我捌去过马街的故乡呢，伊是头壳歹去no， 有一个义气。有一个号调，伊知影伊要做啥。我这边去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迄个解说国际级的，我听了也很感动。一个囡仔皮肤烂去，差不多袂活，迄阵也无迄个技术，叫啥人？啥人讲要切迄个皮肤？你知影？蓝医生因太太开玩笑，我为英国爱丁堡的。医学博士来，这个小孩跟我什么关系？我干嘛？一种伊的一块皮甲打起来，哥夫之爱，但你嘛好啊，你莫讲伊，你问我做会到的，你绝对做不到。这小孩跟我什么关系？我何必？不过保罗伊就是用这字阿加佩，阿加佩这字就是。保罗先生所用的叫做仁爱啦，所以多少属会者为咱所读的非常经典
我搁读一遍吼，大家也较感性咧哦，因为迄阵啊，高林都教会问题非常严重，大家骂来骂去，有个人要攻击保罗，大家安尼创甲安尼，台湾讲头壳摸咧烧，保罗做结论的是安尼讲：仁爱是够宽容，搁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是无夸口、无偏颇；仁爱是无行见笑的代志；仁爱是无求家己的利益；仁爱是无快快受气；仁爱是袂记得人的歹；仁爱是不爱迄个不义；仁爱是行伫真理；仁爱是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仰望。仁爱是永远袂无去，伊用即字为头到尾拢是阿卡佩。所以咱基督徒讲的听，甲世间的听，各差一级。上帝阿卡佩世间的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伊。所以恁都爱彼此相阿卡佩。你毋通用迄个世间人迄个标准，你介意的，你欢喜的，在你的心，你才去做。你讲啊，老师，你讲这较简单啊，这mission impossible 啊，人生哪有亲像你想的这么理想，敢做会到？马街嘛才一个，咱医生嘛才一个，我是普通人，我无法度呢。圣经是写互我，嘛是写互你，嘛是写互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你讲敢有影？为什么？咱拢知影这个爱是恒久忍耐有时我咧准备的时候，我有时拄着一寡艰苦的代志我嘛会唱这首歌呢。咱拢知影这首歌是差不多1998年1998年迄个时阵有一个简明耀其实我伫头人头有拄着伊所做的作词保罗，作曲简明耀伊靠这篇怎样名满天下我顶下少年在记顶摆阮所有迄个婚礼也是爱宴若无讲好来1、2、3唱一个，拢毋免大家拢会晓背呢拢唱4步呢咱回味一下好不好？爱是恒久忍耐你干嘛要唱？我拍谁要竖起过来因为这个歌太经典了歌太经典。1998年迄个有一个迄个大学城因比赛，结果这首得到第1名结果传遍台湾大街小巷。我所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甚至拢会我来发一个音爱预备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追求的是来女生，不求自己的处；男生不轻易发怒。一起来，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耶稣感谢保罗这首歌毋茫不是用唱的，用做的所以今仔日我所讲的可能你袂记我唔知影咱信歌队今仔迄个婚礼要有咧唱，今仔这个情歌很多啦这首是我迄个时代拢唔免练习哆咪嗦哆。啪一个4步就出来了毋免看谱这首歌真做我一生的歌，也真做你的歌问题是活得出来吗？活得出来吗？我要简单讲就是今仔日的你要分析一下我家己的解说是安尼。这个15种仁爱第一就是第一个
真简单啦，你就是爱遵守圣经的原则。圣经讲咱通做，你就去做；圣经讲唔通做，你就唔通做。要喜欢真理，不喜欢真理的，我们要排斥。第二，就是不要自我中心啦，吼，自我中心吼，无怨妒，吼，无夸口，吼，不张狂吼，阮迄阵有无乒乓，我想讲，保罗个人拍乒乓，毋是啊，乒乓是失控，out of control， 唔通不害羞的是我写来嘛听，我卖改水是吼，不要让人 embarrass， 不要做一些让人觉得不堪的事情。为了爱，我可以不说，我可以不做。不要只是求自己的益处，唔通干那逐项拢想着家己啊！我定定甲一个爸母也是讲夫妻吼，我拢四句话吼，定定讲：如果我是他，为你顾这个，甲你生这囡仔生遮济吼，我伫厝里拢安尼吼。第一个，如果我是他；第二个，如果他是我。但是我不是他，你不当想讲，伊拢爱了解你，你是你的肚子了。他也不是我，你不当想讲，人都要教怪艺术。我再讲一次哈，这辅导最基本。如果我是他，如果他是我，但是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这当讲一篇啦，我都无讲啊，让你想一下哈，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跟他想讲你的。爱不可爱的人，有一些人真的是不可爱。当然，有讲个人玩，你想讲我吼安尼，牧师做要40年吼，功力深厚吼，我做干我有没有人我不喜爱的？啊，有没有？哦，你讲怎样？阮理事讲好，安尼甲我点着我了歹势，做牧师你个安尼要咩咯？我有的人我真的很讨厌，我告诉你。坐在那里看了就很讨厌啊！对不起哈，我们是人啊，这个很自然哈。我觉得困难就在这里了，怎么爱不可爱的人？有时我嘛爱面对真侪困难的代志，甚至有的人讲一寡话甲我伤害哦。不过我每一天，我拢。实际上，这是阮爸爸哦，因为阮爸爸每天透早起来拢跪在祈祷吼，祈祷了面色就出门。我有一天我问阮爸爸讲：爸爸，你每天早起咧祈祷啥？吼，伊讲足多啊，想到啥就祈祷啥。毋过上后尾伊拢会讲，伊拢会祈祷安尼。我今日要去做这个代志吼，我伫天年的爸啊，愿你的名声，你的顾念够，你的旨意得正。第二，亲像你天理，我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无论我要面对什么人，无管我要面对什么困难，上帝你的心甲我伫地，互我行出你的旨意。头放一步，洗完脸，深呼吸，主祷文前3句就背一下。无管你要面对什么人，有时啊吼，有的人真正做一个代志，互我足受气的，足烦恼的。我都学一句，我唱一首歌吼，迄阵啊，伫南门迄个青年团、少年团去学的。当你碰到你不喜欢的人或事，心都静不下来，唱一句：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这个人的活甲安尼，会当遮尔个人缘，是有一个罪恶，是一个黑暗，甲伊捆绑掉的。你爱看到迄个人有 potential， 你爱互伊机会，你爱互伊温暖，你爱甲伊关心，你爱陪伴。有一天，伊互上帝得到。伊就会挖出上帝的阳光，所以有的人我很讨厌，所以我要去见，我就先唱一首歌。有时啊，哪唱哪老把菜，无啦。我唱一遍吼。这首歌没有听过的人举手。你拢听过哦？
啊，有人没有，我就专门唱给你听。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好，迄个秀玲吼，今仔日诗班吼，袂晓唱的人不准回家啊，嘎嘎一样啊。人际关系的关键就在这里哦。等你跨出那一步，你就可以爱不可爱的人，你就有能力。最后一个分类就是凡事包容。对于过去的发生的一些事情，2023年一些事情，有存这个包容的心啊。过去好啦，算了啦，到此为止啦。我们2024年唔能够用2023的阅历列出代志哦。要有一个新的心、新的态度来面对过去的事，到此为止。你有阿们吗？有简单吗？当然嘛，不简单，还要你讲嘛？能忘的早就忘了，就是忘不了啊。不过靠着上帝的恩典，保罗先生讲，凡事安怎包容，凡事相信，对伫我家己，对伫现在，对伫2024年，对伫我的查某囝、我的囝、我的事业、我的同工，我充满愿望。你有阿妹吗？安尼唔知有意思，无你甲世间人那么共款。上尾一点，凡事靠主的恩典，相信主的引带，将对天顶来迄款的疼，继续到伫咱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这篇安尼，恁感觉有要紧无？我感觉真要紧的。不管上帝搁互咱几年，这款的。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款的意志力，这款的愿望，互咱来行咱今年这么困难的2024年。要活出人来，我到尾讲3点吼。第一，你讲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兄弟姊妹，咱在座有第一代信主的无？请恁举手一下，你第一代来到教会，举较悬的吼，免歹势吼。好，多谢吼。恁知，恁是耶稣伫这个世界的代表呢？你是天国的大使呢？恁是恁迄个家族会当接触到福音的唯一可能性呢？因为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要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仔日你会当坐伫遮，不是讲因为你爱，是因为上帝呼召你来。今仔日若不是出于上帝，我这篇你根本听了怎困去？无管咱咧做啥，上尾咱拢有一个回答，就是讲，啊，若是今仔日耶稣伫遮，伊要做啥？伊要做啥？啊，当咱咧做的时有真艰苦。保罗先生讲，主拢甲咱同在，无论什么款的情况，因为恁受到，就是为着这，因为基督也替恁受苦，留模范互恁，佮互恁照伊的脚步来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彼得要离开世间的时代，彼得对所有的教会所宣布的。今仔日上帝让咱伫这个世代，就是为着咱呼召回应伊的呼召，咱学习耶稣的脚步，咱咧经过所有的困难。耶稣对咱显现，来帮助咱。面对2024年，面对你即下要做的，面对你所讨厌的，你心内 struggle。至少对我家己，咱拢知影 WWJD 啦，我想大家拢会晓啦。What would Jesus do 啦？我嘛会讲个翻译做 What did Jesus do？ 耶稣到底捌做过啥？圣经。耶稣接触所有的人这么多，伊对迄个行人讲：“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伊对撒该讲：“我今天就要到你的家，上帝的国就要到你的家。”
耶稣对马太讲：“你著放下一切来跟对我。”耶稣每一句，拢互咱无共款的提醒甲学习。我这边转来时是参访几间咱长老教会上好的教会，毋讲上好啦，上有规模啊，真侪这教会。我第一间去参加这个相连教会吼，特别去迄个相连安养院吼，甲有真深的交通。当年过来彰化基督教医院吼，真侪所在。毋过我这边对这个相连教会这个蔡某道牧师吼，我印象特别深刻吼。伊我们上课上几工吼，讲实我真感动我真感动吼。伊做的代志，伊的想法，伊安怎帮助教会突破，伊安怎兴起这青年吼，伊安怎互教会转型？因为相连吼，大只准备改无简单因有真侪困难的条件。毋过我咧听伊讲吼，我拢真感动咧。我实在真正吼，咱若有考虑吼，会当请咱同工若明年有一个训练吼，你著讲你甲吴牧师讲迄篇小讲一下吼，2点钟吼。我感觉虽然我伫美国遮久我做状况我嘛足侪 insight 呢吼。伊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我细节我都无得嘛。我真正咱有要突破要转型吼，因为伊位吼伊男神起来搭要吼，即个教会做真侪改变我看迄个双联安阳堂，我就真 shock 真 shock。讲实在，我真佩服他，虽然比我较少年吼。毋过有一讲伊讲一个见证，我特别深吼，因为即个蔡牧师蔡正道牧师，伊真细汉因爸爸就过身啦吼。伊过身吼，伊做孤儿安尼吼，伊事实上伊对迄个父亲的形象无好，所以伊拢一个人做秘书安尼吼。毋过伊伫咧高中的时候，为着拍乒乓去教会，我著青年堂，世界哪有即个所在？哇，佮唱圣诗，伊爱唱歌嘛，唱圣诗，伊人生无啥共款。我咧，毋过到尾伊咧读大学的时候，伊感觉伊会考袂调吼。我牧师个为伊祈祷，我佮考到大学，当踮咧青年团契吼。这个蔡牧师吼，我坦白讲，我感觉伊真有温数啦吼。教会伊嘛鼓励伊讲，你莫阁做补习班的老师啦吼，你都爱去教上帝道啦，毋通教，即系囡仔趁钱啦，就真正受呼调去读神学院男神吼。即个甲伊鼓励迄个孙牧师讲起来，我毋捌啦，南部的牧师，伊讲着一点吼，我讲起来吼，我真 shock 吼。简单讲就是伊做神学生以后吼，因为伊就斗3工帮助即个牧师吼，有时要做一寡代志伊迄个教会有真侪长辈，逐个年纪拢大吼，伊南部迄间教会有时迄个若是真侪长辈吼，咱实在话来讲，现在你要死还不太容易吼，歹势吼，这安尼插把柄安尼吼，有一遍伊就讲实在是无法度吼，就叫。就敲电话吼，这个神学生，伊讲，哎呀，哇，这个我神学生我则袂晓处理吼，讲靠孙牧师，你先去，我马上来，我去，我让孙牧师比伊较早到，伊就看，伊就讲，咱即仔吼，这个咱猫咪兄伊今仔日相信差不多吼，上帝要朝顶去天堂时咱来唱圣诗，了就咱3道嘛吼，道恩吼，道歉，道谢嘛吼，了。无好，有影怎断开吼？咱踮做一个简单的礼拜。礼拜了，迄孙牧师就敲电话来，我知影吼，这个葬仪社吼，请伊来载吼，请伊来载，就踮遐等。你等的是要创啥？我就唱圣诗啊，互为因一个祈祷啊，佮因这个家族就组织伫遐。过无偌久，这个葬仪社就来啊，葬仪社就来啊。结果吼，要起来时发生一个问题，因兜住4楼，无电梯啦。迄担架哦，搁较翘都翘袂起来，你知影哦？4楼，楼梯设计迄担架哦，伊拢足久无落去啊！逐个你看我要安怎吼？你当孙牧师做啥物代志？伊摕起来将迄个拄仔过身甲挨咧，一步一步。当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孙牧师讲：“哎呀，不行啊！”蔡牧师讲吼，伊讲摆有人机会讲这个牧师吼，我要亲像这款的牧师。
我哪有机会这样做的牧师？我要亲像这款的牧师。那你日未听，可能家己是做袂到。听，我爱靠上帝的听激励咱。我会当讲100篇道，不过当伫迄个时阵，耶稣要做啥？敌人要我的内衣，我的礼衣都给他，走第二里路。当无人要做的时讲，我伫遮。耶稣安尼做，我嘛安尼做。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ill you do? 伫迄个 moment， 我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安静伫主的面前哈，我要为你来祈祷哈。咱中间敢有人讲主，今仔日我真欢喜，伫2024年听到乌牧师这篇短短讲道，我知影我做袂到，但是主你帮助我，有即款的人举手，你免歹势哈，举手。多谢。有人讲主啊，我过去有一寡代志我都放袂记的。今仔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一切误会。我要照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愿意安尼，请这款的人举手一个，举手。亲爱的主，今仔日是2024年第一个礼拜日，阮受恩的正今日，搁一遍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知影你伫遮，今仔日今日所讲的、所分享，若是出自你的，放伫兄弟姊妹心中。当因定今年要面对遮尔多困难、遮尔多挑战的时，主你的神对天顶降落甲因地地，互因有迄个气力、有迄个意志、有迄个能力，完成主你所交托的。阮搁一遍将阮所有的重担交伫你的手中。阮知影2024年这个世界，阮家己拢有真大的挑战甲改变，但是靠着主，阮知影你会引带阮，你会陪伴阮，行过一切死荫的山谷。你要伫阮的对敌面前为阮摆设宴席，你的确要对阮一世人，因为这是你的应允，也是你爱阮做的。多谢主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要所名来求，阿门。回应的诗伫圣诗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圣诗434首，请大家起立，因转手。主有恩典大慈悲，转万变万归真理。感谢应相信，有主上帝听愿意。感谢你使阮共同，你的永为敬那道，属归长世照天时，三好三听来行去。感谢春雨里了，轮点土地好竞争，溪水长老山名青，五谷菜色个不一第4站，当怀好汉大朋友，西部兵我好情。回乡苗有人情暖，美丽天乡咱台湾第5站，可惜用情最违心，不断福音。
坐奉献，请眉心执事甲任宽执事。请大家起立啊，用奉献的诗。请坐，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报告。第一，当然是欢迎咱欢迎吴中伦牧师来本堂正道咱礼拜三后伫地下室有简单的地点，大家会使搁请安。我相信真侪朋友也是古早的会友吼。足欢喜要甲伊讲，另外张牧师因为牧师妈的代志，明仔载要安对美国转来时间差不多是1月初10的清早，咱为着遮来纪念。另外，今仔日为着奖学金来咱教会来注入的奖学金来募款，请大家有感动的用疼心来关怀这个事。第四项财务组因为要减少吼，请今仔日最后一天，各团契将迄款簿交去办公室来备查吼，欢迎大家配合。另外有个是后礼拜日第二场礼拜是有张牧师演过所牧养的尔班教会吼的兄弟来甲咱做伙做礼拜，礼拜煞了会用夫妇团契的名义要请伊来专讲是演过门诺医院的院长黄胜雄长老，伊要讲的题目是信用甲选择下晡1点，然后夫妇团契的会友，请因为有准备餐点吼，对夫妇团契来报告，会友要参加的，请可能就家己先食饱才搁过来，1点搁转来。具体关系关怀的代志，第一就是咱即礼拜6专工，互教会1楼要做，互区公所做办理总统甲立委大选的投开票数吼，前一天就会来布置，请大家小注意一下，互咱教会有好的名声。好，服务团给他有报告了。另外今仔日毋知有久无转来，也是新来的朋友无？若无，咱请迄款足久无看着吼，吴宗信，大家拢可能电视看着了尔，有简单几句话要甲大家分享。
拄则蔡长老伫礼拜前，我也讲是毋是因阮我用2分钟，甲大家报告甲感恩吼，在座我拢看到我的同时代的朋友吼，啊包括金松长老教主，我拢有李老师吼教主，伊是我为主日落到少年团体、到青年团体的指导老师啊，哦，啊我实在要用2分钟甲大家报告吼。李总统、李前总统活到98岁，我去96岁，伊甲我讲，我先，我会活到98岁，伊知影家己，这是我所拄着的。有一个人讲，伊活到98岁，哦，伊个人活到98岁，伊96岁问我一句话，我先，我甲阮太太吼，足想要了解，啊，你哪会无做牧师啦？我来回应讲，报告李总统，做牧师要有呼调。今日我专程来听中伦牧师的演讲，伊会讲到，这就是有呼调。我本来是想讲吼，我12月24要来参加圣诞节礼拜吼，迄天若有时间，我要想要讲一个感想，就是我以后要讲的吼。南门教会1953古偌节创立，我是1953 12月出世的吼，所以70岁嘛跨过71岁啊，所以70岁意义足大咧。我是要讲这意义。我住伫桃园的南崁，南崁就是马街朴树伫131年前为淡水行路到行2工啊，行到罗德南崁设教131周年吼。我意思是讲，咱今日坐喺遮，我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凡事感恩啦、稳定甲平安啦。咱读这个保罗哦的批信，一定结论就是稳定、平安甲凡事感恩，这是我要讲的。伫1995年11月，我的爸爸吴无新牧师应退礼拜，伊讲一句话，我到即个过记。若无南门教会，就无吴无新牧师啦。啊，即句讲做好咧。若无南门教会，就无吴牧师，是教会培养牧师出来。我讲第一点，不管中伦的讲道，还是中央伫事业，还是我伫政论界。我是讲，若无南门教会的培养，包括各位，若甲我同世代大汉的，若无南门教会的培养，就无咱现在的成就哦。所以教会是足重要，教会为主日落到少年团体、青年团体，迄教育是学校袂互你的，学校无的啦。所以我是讲，凡事感恩啦。我永远袂记南门教会吼。宗教吼，大拄啊中伦牧师咧讲宗教爱阿加佩。美国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吼，保罗田利克，伊讲宗教就是终极关怀，宗教就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大拄啊爱，毋是 eros， 嘛毋是 philly， 就是阿加佩。人与人之间吼，林庆总统讲：我毋知要哪个时阵，我毋知要哪个时阵，毋知要哪解决来代志的时阵，我唯一会使做的，就跪喺涂骹，祈祷上帝。哇，这就是上伟大的呼召。哦，虽然我无呼召做牧师，但是我会敢若有机会，我会使呼召林庆总统即句话。当我毋知要哪个时阵。我唯一会使做的，就是跪落来，好，感恩上帝，请上帝甲我救一条路出来。南门教会跨过71年吼，我嘛跨过71年。咱的厝边张群秘书长有一首诗啦，人生70才开始，人生70才开始。
我要讲，人生70才开始，80妈妈时，90不已矣，60还是小弟弟，50还在摇篮里。你若保持平安、感恩，保证你食100年。最后我的结论：在座的新书，在座的先生，台湾有一句话，我认为迄个爱的真谛。输赢伫某，大波人输赢在伫某，这就是咱台湾人讲的大波人输赢伫某。所以我用90度表示我的感恩、平安，甲大家说多谢，谢谢。最后闭会的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임시煞请欧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地上帝从此大好，惊咱亲像惊日，惊咱亲像惊日，诚心眷恋甲咱感动，行去达人心内，三位兄弟甲咱相好，一世到万世代，一世到万世代。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迄个奇妙无比的恩典，愿天顶阿爸爸上帝深搁阔，人袂当了解的听头。圣神保惠师今仔日特别会鼓励、扶持、安慰，甲众兄弟姊妹同在，对打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妹。请坐定脚刷闭会。